先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平溪的天顶世界出名，也毋过对你来的灾害甲粪扫嘛是一个大问题。讲打来，天顶就要强制打标签，才会当来买卖。若是违规者，相关罚款10万块。新北市天顶协会讲，因是徛伫个赞成的立场，也毋过这个政策开始实施了后，要安怎彻底来稽查，是值得讨论的问题。 天顶袂上天，黑暗的暗暝，亲像点到天星，金细细看起来真水。由可公韩国日本女星清源果耶主演的爱情电影，就伫咧平溪翕开，相真侪外国旅客来遮行咖啡。不过游客将祝福送上天所嘛带来环境垃圾。新北市天顶引续发展驻地条例章3条通过，未来天顶爱打标章才当卖，业者若是继续稽查，每一遍会扣罚3000到1万；若是伪造天顶标章，上最扣罚10万。没有一个店家是那么老实的啦。有人在看的时候，我就贴；没有人在看的时候，我就不贴。你这个取缔是有点困难啦。理事长认为，市府爱如何做好稽查，会是一个重点，甚至未来可以影响天顶介绍。来看即摆介绍，一粒天顶伫咧150到400之间。理事长讲，标章一个差不多20，等于业者增加成本，敢会互消费者家己出？这个成本店家不可能吸收了，店家是绝对会转嫁给那个消费者，那转嫁给消费者势必变得要涨，再一波的涨价这样。不过，理事长讲，目前有8、9成游客拢来自国外，因认为因嘛是想要放天顶，安那政策当时推测，新北市经法局讲时间也未定。不过，伫咧文化推广和环保之间，要如何两边拢各会焦点，必须可检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